民众现在来到北区公所，一入门就会当看到这尊高度240公分、长度280公分的小白兔爱丽丝，而且还会当隐隐约约看到选委会封条伫咧兔仔身体内底。原来创作的材料是利用选举后废弃的纸票柜来创作。更难得的是，这个贺年吉祥物爱丽丝是由区长李鸿兴、公所主秘蔡家富、科长闪春美、杨雅玲以及公所的同仁。开了1礼拜时间，共同创作而成。伫我身躯边后壁面是阮公所的团队用了1礼拜的时间，利用咱选举的投开票箱来做的一只小白兔，伊的名叫做爱丽丝。那透过这个制作过程当中互咱知影讲，咱会使将咱原本要废弃的物件，透过咱一寡工艺手法来甲伊重生。嘛真感谢到咱同仁这边的斗相共，除了咱的箱仔的贴加黏以外，嘛伫顶面来做一个布置，要祝福咱所有观众朋友会使今年兔年开春，大家幸福美满，心想事成，来遮。那看咱的兔仔时阵会使欢迎和伊合照，阮有准备真大支的红萝卜，搁有咱顶面有插真侪吉祥的图腾，拢会使和伊合照，互咱今年新年大吉大利。爱丽丝的创作技巧是下自台南市无形文化资产古纸工艺保存者吴文静所传授，所以做出来成果差不多已经是装置艺术品的水准。古水的模样也吸引着附近康德尔幼儿园师生前来，将家己手写的菜头下完卡投入去小白兔的腹肚内底，为兔年下一个好吉兆。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